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31日，箴言8章20到21节安尼讲：我行公义的路，行和平的道路，互疼我的人得到财富，互因的财宝满满。三角来祈祷，爱愿行公义、甲公平的道路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慈爱荣耀的天父上帝，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。你是公义的君王，圣洁的真神，信实不变的石盘。主啊，你的智慧远过诸天，你的慈爱永远直直，你的权能遍满伫全地，你的道路完全。你的作为奇妙，愿一切阳光甲恶恼归伫你。主啊，求你将你的智慧藏伫阮的心内，互阮明白公义甲公平乃是你所欢喜的道路。求你帮助阮，无求家己的利益，愿意照你的旨意来行做，互阮伫言语、行为顶面彰显你的公义。主啊，求你互阮行公义甲公平的路，互人因为阮通得到财富甲丰盛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